哇，嚴重脫髮，白髮越嚟越多，感覺好似老咗10幾年咁啊，肯定冇晒自信啦，好驚啊！王牌植萃療愈養髮系列，唔使驚，我哋有全新100% 天然有機植萃療愈精華，皮膚科醫生都推薦㗎。每日只需要2分鐘嘅時間，就可以令你頭髮烏黑亮麗豐盈，可以平衡 pH 酸鹼值，幫助頭皮抗菌排毒，可以糾正細胞，俾頭髮充足營養，唔同成因嘅脫髮白髮都有得救㗎啦。仲有獨家超酵技術，比一般產品高出超過20倍嘅效能。精華入邊超過20多種嘅天然成分，令我哋頭髮能量滿滿。產品通過多項臨床嘅測試，唔同成因嘅脫髮都有效促進頭髮生長，禿頭都得㗎。仲有仲可以生返我哋自己原生嘅黑色素，效果好顯著㗎。唔需要任何儀器，孕婦同癌症患者都可以用，安全又有效㗎。無痛無創，好快見效㗎，仲唔會反彈添，治標又治本，聽到都心郁郁啊！大家快啲登記限時嘅優惠啦！